都看过电影《Manga 猛甲》，看过的人呢，一定对这海报上面用着毛笔写下的 Manga 2个字是印象深刻。而如行云流水的大作，其实是出自于国内知名的书法家徐永进之手。钻研书画长达40年，客家籍的徐永进曾经包办了像是全国客家日、天川日这3个字。同时，也以前卫的笔触写下了观光局行销台湾 Taiwan TAIWAN 6个英文字母。今天呢，感动时刻，我们来认识客家之光徐永进。拿起毛笔挥毫，全神贯注，一笔一画刚柔并济。他是享誉国际的书法家徐永进，他来自客家庄。天川日是每逢农历正月20号，属于全台客家人的盛大庆典。简单笔画，下笔那瞬间是刚硬，但收尾的劲道是柔和，几个大字如行云流水。狂野是它里面的一种质地，一种力量。徐永进的书法魅力透露客家人的应景精神。应景呢，就是比较不同就应景。那我觉得这2个字等于50分了，应景50分。我希望新的客家人呢，要加上马吉，马吉那客家人叫起白，要应景，又要加上马吉，这样加在一起，既坚刚又温润又柔和。徐永进对客家庄的恋战，则着实表现在山水画中。头一回来到南庄山上，徐永进随手一挥，眼前翠绿山头尽收笔下，层次分明，而这也表现他对客家的思念之情。这千山万水，不如故乡的山水。虽然不是非常的这么高这个俊俏啊，但是故乡的山水觉得很亲近。里面还有年近60岁的徐永进，斑白的头发下藏着无限创意，灵感一来，油桐花都能写字，什么都可以写这样子。当然没有毛笔就忘记了，因时因地的而自宜的。徐永进才华洋溢 ，Taiwan 这个单字用来行销台湾观光，就是出自他的笔下。这个女王头，野柳的女王头，而这个一个台湾人，很客气的，很邀请一些外来客。徐永进拥有与生俱来的才艺，他是客家子弟，是客家之光。一撇一捺，台湾精神尽现，信手拈来，客庄风华再起。耳顺之年的徐永进，狂放柔美并陈，但不脱应景的笔锋，挥洒你我的感动时刻。